时兄这边做微保守，咱用信心来应注意。所以咱来唱圣诗474首。相款咱事情甲咱介绍了后，咱唱第1站甲第4站。来，老师啊。今仔日的主题过差不多1分钟久，就马上要开始。请兄弟甲恁的手机切换到静音的模式，咱准备咱的诗。咱奉主的名，要开始今仔日主日的礼拜，咱请思琴来奏乐。
轮到上帝，伊的路是完全的，也我的话是过锻炼的。既然我告伊就互伊做伊的盾牌。请咱兄弟大家去念咱三角内经信息452首，上帝疼读，怎会哪会遮大？信仰的教材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一切自在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信心投胎，对接受满加出世，伊本着耶稣日来受苦，定死安坐荣耀父，并且咱对世人了我是伊打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名。伊免伊那出来生活是啦，我是信心，信奉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公，最下面用被护法永远的光明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三角读今仔日的经文第5篇，就是咱诗篇的第19篇。我来起，请兄弟来念。这个篇讲起上帝的恩光，这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无言无语。伊对伊的尊敬遍及天下。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营房，也亲像勉强的人欢喜走伊的路，
射到天的迄边。耶和华的律法齐全，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僻，永远存在。边金边济济好金，骨甲hình木。骨里的萝卜对遮的受境界，是水会知伊的色错啊。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的犯罪。我就完全，耶和华我的救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咱三角压头来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是阮的救盘，救赎阮的主。求你使阮悟性，互阮会明白、会理解耶和华的律法齐全，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。阮恳求主你，互阮有够力来屈来行你的道理，互阮毋是单单来听你的道理。求主也帮助阮众人。会当除去拢总的肮脏甲过失，阻止阮众人犯遐无故意的罪。愿你互阮众人会当完全免去犯遮的大罪。目前，阮的教会从你开始对1楼甲3楼的修缮的工程的施工。愿主你亲自来带领阮所有的同工，愿你赐下合一的心，愿你愿意接纳阮所做的一切。阮祈祷无够的所在，阮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，继续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愿我讲你的旨成，愿你。咱三角来。今仔日咱有2段圣经要来读，第一段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到第9节，第2段是伫雅各书第1章21到25节。我来读，请兄弟来看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，万物对道来创造，既若是有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的。画面伫伊的内面，即个画面是人的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纳伊。有一个人对上帝册内，名叫约翰，
这个人来做干净，是要为着光做干净，互众人对伊来信。伊毋是迄个光，伊要为着光做干净尔。有真光，有真的光来入世间，得救万人。再来，雅各书第1章第21节，所以恁除去拢总肮脏甲过期的恶毒，要用温柔来接纳所进入内面的道理，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。恁着做行道理的，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。因为听道理若无行，譬如亲像人伫镜内面，上册看伊本然的面，看过了就做伊去。连面袂记得伊生做啥物款，但是人自信以迄个西传的立法，就是互人自由的，要长带伊个，毋是听了袂记得的，是实在在用功的即号人，伊所做要得到福气。咱正信我对，互咱大家来学罗咱的上帝，因为唱的诗歌是唱哈利路亚。
咱将要请咱的窦牧师来讲座，伊要讲的题目是理解能力。今仔日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主会当伫过个礼拜内底做声来唱哈利路亚。拄仔听着生活队最后几句话的时，我的心噗噗噗噗在跳，心内真感动，就是百姓爱伫伊的面前回应更互伊，这是教会需要做的。假使每一个基督徒拢成功将上帝的话成做伊的生命的根基，信仰就真自然会变做平常的生活。这款的生活一定会互咱满满的快乐、平安以及欢喜。当上帝的话点伫人内面的时，会保证生命一定是真自由快乐。毋是讲基督徒拢袂会拄着艰难，若是讲有上帝成做咱的满足，所以咱毋免甲世间人共款。用侪项的物件，用 substance 去解决生活中所拄到的压力，因为所有透过外在物质得到的刺激，拢无法度固定的。若有，嘛只不过是一瞬爽快的，甚至会影响人的健康。不过，上帝话对相信伊的人来讲，就是满足。迄种的满足，绝对毋是我靠外在的物质得到的快乐，因为伊是透过神的介入，来互人一个新的快乐。大器翻译做上帝神，互人的灵魂经营。耶稣有讲，互人活的就是神，绝对无利益。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，是活命。在座，咱嘛可能捌拄着即款的情形，特别。伫拄啊信主的时，较明显的，就是当咱开始在认真面对信仰的时，会发现讲，原来咱需要直抵别种的试探，直判断讲，信主的人对唔对，直思考讲。基督徒安尼就减好，安尼会当做，迄歹做。总是当个话开始点伫咱的内面的时，以上即款的问题会慢慢变做较轻松、较自然。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操练了后。咱真自然就想要用上帝意爱的方式去生活。当上帝话充满伫咱内面的时，咱会当享受伫真理中间的自由。因为上帝话就是活命，人若互上帝的话掠着，生命就会变做。愈来愈好，愈来愈简单，阿免。诗篇有一句话真趣味，诗篇138
篇第20，大帝王有讲，伊讲，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佮诚实，学好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，也贵你所有的名。今日即个上帝的话真重要，圣经记载，当上帝要实现伊计划的时，上帝毋是马上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直接就去定十字架，毋是。圣经的顺序是上帝大声用伊的话语来宣布。透过天使将伊所讲的话传给玛利亚，玛利亚领受了后，伊对圣神投胎，然后道成肉身。在这个过程中间，耶稣毋是马上对天顶降落来，然后随时担任做上帝国的总指挥，毋是。咱看，连耶稣基督嘛是透过上帝的话，一步一步在实现。上帝的话对上帝来讲是真重要，所以大卫王有讲：上帝啊，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，也贵你所有的名，因为上帝的话就是上帝本身。咱来想看卖，伫现实生活的中间，若有人逐摆的聚会拢参加，一直厝内面一天祈祷3点钟，安尼的信仰看起来真好，敢毋是？总是上帝的话，若无掩伫伊内面，这款敬虔的外表。这款宗教的活动有缘无利用，因为人若无上帝的话点伫内面，伊内面一定充满各种奇奇怪怪的物件。你可能伫世间人看起来真高，逐项拢会晓。你听伊讲，伊佚佗的资料一大堆，最心理的秘诀伊有。甲人斗阵的美格嘛有，逐种的手段伊嘛会晓，逐项拢有，敢若无上帝的话，安尼是凄惨。若无上帝的话的基督徒，伊根本甲世俗人就无分别，嘅毋是。圣经记载，上帝用伊的话语创造宇宙万物。你当想看卖，上帝替咱的性命准备的是一个赫尔坚固的根基，卡使咱愿意照起工去做，照上帝的话语来去做阮家己的生命，照上帝话语去做伊的教会，顺摊伊的旨意，讨主的心的欢喜，咱的命运。一定甲正常无共，所以上帝话对基督徒来讲是第要紧的，因为上帝话记载讲，人的话毋是我靠饼，是我靠对上帝的嘴所讲出的逐句话。诗篇有记载讲，因伫苦难中哀求上帝，上帝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上帝出命令，医好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今日姊妹，当上帝的话发出命令，治病、破病就会得到医好。顶礼拜我去看我的老师，就是一个牧师，伊患着的癌。是台湾无几，
伊1994年就已经发现这款的癌。迄当阵医生来讲，伊是很罕见的，伊可能就很快就可能失去生命。毋过，这个牧师是一个真敬虔的人。1994年开始，替伊开刀的医生，也是以前伫病院去替伊做迄个化疗、迄个主任。开刀的医生已经离开世间，替伊做迄个化疗、迄个主任已经退休，伊有完的。伊毋是讲了，伊迄个癌是完全医好，不过上帝予伊遐尔长的生命，至少我个人感觉是予即个人会当见证上帝作。上帝命令一发出，必得到医好。上帝的话有意志、意志的规律，上帝的话有透房的权能。不过，这款的权能只有将上帝的话转变换做理解了后，才会当看出伊的奇妙。上帝的话就是光。伊互阮伫黑暗中得到引带，人若无上帝的话做根基，就一定行伫黑暗中，因为无光的所在就是黑暗。不过，咱若有上帝的话做宝贝，世间无任何的环境，也是其他的关系，会当甲咱伤害，因为上帝的话。就是有权力，上帝的话就是溃烂，上帝的话会消灭一切的黑暗，伊是咱活伫世间上好的瓦壳，互咱赢过一切的环境甲困难。咱有安尼相信无？现在现伫即边，咱另外需要了解一项事实。虽然咱拢是基督徒，毋过离开礼拜堂了后，咱家己过家己的生活。如果咱是挂靠家己，咱伫世界，特别伫世界的时，咱无法度过得胜的生活，因为。无论你去到倒位，迄个歹的，拢会当找到你的脚印。迄个歹的会直直甲你刺透，甲你攻击，直到你怀疑离开上帝为止。但是，无论咱拄着啥物款的环境，会记得上帝拢伫遐，关键就是。只有当时咱去祈祷，只有当时咱开始去仰望看上帝。我用中文来讲，天堂是随着你而移动的。请你跟隔壁的人讲说，天堂是随着你而移动的。天堂是对你来行。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始仰望上帝的时候，天堂就临到。那么天堂，咁可能伫咱的办公室，天堂，咁可能伫咱伫工作内底的会议内底，天堂，咁可能。伫咱生活的环境，当时咱伫祈祷，大山会当散开，细山会当迁移，坐到满出来的问题，拢有办法去解决。破病甲丧凶无法度成，所以咱祈祷的较爱。
软者甲失望嘛无法度改变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咱是倚靠上帝，而且爱照上帝话去活，除非咱无安尼去行。拄仔所读的雅各书内底有记载讲，新的代志犯的罪，就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，以及灌满的邪恶，就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你心内会当救你的道，就实行道理，唔通骗家己讲，敢若听道理就好。若有人听道理无实行，以前就人照听，看家己的面相，详细看了后，一个离开，随时袂记你家己是做啥物款。毋过有底上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底坚守的人，伊所做的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，毋是听了就袂记。这段经节大家拢真熟。伫这段经节内底，咱会当看出上帝无法度保护无爱活伊价值中的人。上帝嘛无愿意去祝福对伊话语无理解的人，就是听了后随袂记哩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无受到注意的所在，伫遐就无祝福。咱的家庭内底有许上帝的话。伫咱的生活、的工作的环境内底，有坚守上帝的价值。上帝话，互人行起的所在，福气就马上流到。所以，人理解上帝的话，会当带来快乐，会带来照伊话语所受属的祝福。理解是由我们平常的知识累积的，不是干那的谈。不要看清每一次的聚会，不要看清每一次的每一天小组里面推动的读经，不要错过每一篇的讲道，但千万不要拿讲员来比较。我们不会每天都请外来讲员，等于你不会每天都吃麻辣火锅一样。麻辣火锅是偶尔吃一下，在家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均衡而健康的食物。理解是从知识累积而成，最后这种转换理解理解。会活做咱的生活方式，变成我们的 lifestyle。对于真理的理解，不在困难中保守每一个人。当教会按着教会所领受属灵的理解去活的时候，教会就会强壮起来。不管个人或者是教会，如果思想没有更新，就不会带来生命的转化。若生命没有更新，思想没有更新，就带出合乎时代需要的行动。上帝拯救每一个人的目的是让他可以完成上帝对于他的托付，但你甲我拢同款。需要被归养，亲像约书亚同款的特质。约书亚为了要得着迦南美地，他培出一个信仰的勇气，
如果我们想要得着对上帝话语的理解，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，需要把上帝的话放心里面，而不是放在头脑里面。我猜大家能够分别出两样的差别。当我们开始每天生活中实现神的话的时候，每实现一次，神的话就会转换成为你的理解，累积到一个地步，你的能力就出来。伫基督教会的神学精神，其中一项真要紧的理念，就是上帝话甲上帝的神，唔通分开是做伙做工。所以唔是干那伫读上帝的话尔，读上帝的话需要上帝的神去帮助咱了解上帝的话的意思。这个过程中间，咱需要的是较无的心。每一个兄弟姊妹需要有较无的心，对个人开始一直到规个信仰团体内底的较无。为什么上帝话甲圣神有遐密切的关系？是因为圣神负责成就迄个已经宣告出来的话语。圣经有记载讲，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靠语言，是靠权力。英文的圣经讲 ，For the kingdom of God depends not on talk, but on power. Power， 咱直直讲有 power， 有 power， 咱的生命有 power 有无？咱的教会有属灵的 power 有无？咱作为同心来追求上帝所赐予咱的快乐，会当活出上帝的原灵。教会是主的身躯，教会透过上帝话，会当互罪人改变。圣经记载，信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话。透过上帝的话，互教会内底人，直直领受对圣神来的管理。做人会当伫圣神内底领受顶头生的生命，透过上帝话甲上帝神的快乐，会当来改变咱做人的习惯。透过上帝话甲上帝神的快乐，互咱会当活出新创造的人的模样，毋是永远用旧的身份在活。让我们一起为了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带来改变。教会需要使命，使命会当互教会突破。个人需要福音，福音会互人带来生命的突破，互迄个嘴焦的干渴的灵魂得到帮助。互失志的人的心重新得到快乐，互有使命、有领受异象的人，会当做伙同心食做上帝重心的菜。咱教会需要直直较无领受上帝的话，亲像咱伫平常生活需要呼吸一样，这是信心的工作。求上帝帮助，互阮会当领受理解上帝的快乐的决心，同心伫上帝面前决志，过一个将上帝话语活伫生活的决志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
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，搁一摆领受快乐。求你祝福今仔日礼拜所有用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。求圣神踮伫咱中间，互阮会当伫圣神内面领受对上帝话语来的快乐，改变咱的生活习惯，互阮决志。每一日会当伫你的面前，用信心来祈祷，用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搁决志伫社会伫生活中来活出你的价值。我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角起立，咱来唱回应的诗歌，是圣诗477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上。即摆是咱奉献的时间，请咱奉献的同工来照会。
济。好，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。后礼拜咱服侍当讲咱顶礼拜有诶人数，咱家己来看吼。那本回消息吼，第一点是咱即疫情有较变化吼，咱尽量莫去用公共诶场所吼，要去诶时阵尽量拢喙暗加大。第二项，咱小会吼决定伫8月初4即天，咱要做咱的长职的改选吼。那请咱设计以教会人兄弟兄姐吼，咱大家迄天吼务必就爱参加吼。咱即阵所有名单吼，伫公布栏遐拢已经公布啊。有啥物错误的所在，也已经提早去更正吼。那第三点吼，今仔日咱华语的礼拜有一位姊妹要洗礼吼，张瑞珍这个姐妹吼，那欢迎大家如果咱有时间留落来管理。第四点是咱学会协会吼，举办咱国小的品格营吼。那明仔载开始吼，有5天的时间请咱大家为即个事工吼来带动。第5点是后礼拜的主日吼，咱第2要开董事会，请同工吼准备心来参加吼，请牧师来补充。接下来是第2点就是8月4号，就是举行教会18届的中级改选吼。中级任期是4年哦，所以4年以前选17届8月4号来举行选举的18届。所以在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会员都是一家人哦，所以这个通过合会的法定的规定，我们需要合法的人数才有办法成会哦。所以在这里来不是来鼓励哈，只是请大家来，如果你是会员，特别是会员的话，那务必有出席哦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。那如果有任何的弟兄姐妹有请假，或者是你预先知道要出国或者是不在的话，那请你跟小会书记或者是跟牧师团来报告哦，那以便我们可以做出那个调整哦。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教会先大的事情。你这个过程中间，请大家备办心，用清洁心来准备这选举哦。选举是对上帝负责哦，由上帝来帮赞，阮会当伫上帝面前领受感动，来会员的内底来选出来上帝会当找因路幕，伫4年的中间来服侍上帝哦。所以这个过程中间需要会友，不是为家己这边去祈祷哦，由上帝帮赞。第2项就是拄仔有报告，就是今日的华古的礼拜有举行圣礼典哦。那真感谢主，最近拢有兄弟来受洗礼哦，这是真欢喜的代志，感谢主哦。好，以上。所来，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，咱三甲来读2解吼。有真的光来入世间，照万人；有真的光来入世间，在照万人。咱来，请兄弟起立，咱来上名。上名的诗歌是507首，荣光归圣杯上帝。
兄弟你后走了，咱就来共日行平安礼。
若要做